來看台中今年鐵馬採風活動現場400幾民眾來參加，所以大家攏騎這個腳踏車來踅踅行。今年伊個結合了海洋館甲真儕人氣的暗暝拍卡的活動，互規場的活動更較鬧熱趣味啊！大人囡仔做伙騎鐵馬正式出發，沿港區道路哪吹海風，哪欣賞海港的景色，感受台中海線獨有的魅力。這是由高鐵區公所舉辦的鐵馬採風活動，向濟民眾熱情參加。我以前有騎過24公里，今天想把它騎完。今年經費道路改善工程，公所特別調整路線，將中繼站設置在台中海洋館，除了作為翕相拍卡所在，嘛就這邊宣傳海線觀光新地標。另外，現場我請來阿武寮鹽田宮的超人氣鹽田阿美亞。那沿途也會經過我們台中海洋館，這是我們台中市最新最夯的點哦。公所就講，希望透過這邊騎鐵馬活動，讓愈濟人看到海線人文地質和地方的水。Hello， 我是莊慧琪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